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规暝全头路，天光无半步”，意思是暗时倒伫面床顶有真侪想法，也无天一日光了，拢无付诸行动。现代社会各行各业拢正竞争，无论是做头家还是做主管的，就算已经下班转去到厝啊，嘛袂当好好休困，多个规划过转工的代志。是讲有真侪人，敢若会晓想，规暝拢咧思考甲计划，也过等到天一日光，却是拢无行动。那安尼食，就算有更较好的计划，即嘛无路用。依照星座专家研究，上行动力的星座，第一是双子座。当伊想要做一件代志的时，拢会真想要赶紧知影结果。狮子座的人希望讲伊人生更加精彩，无想要浪费时间。天蝎座的人知影讲拍拼才会当成功，毋是像今日所讲的俗语：规暝全头路，天光无半步。